咱来三个祈祷。基本上，阮搁一摆要对耶稣，阮的主所讲的譬如，三甲来想阮的人生。阮伫即个世间，以爱阮结果子。阮恳求你通过阮所想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会当得到利益，也会当做阮的反省。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毋知影恁捌拄着迄落安尼足朴实的基督徒，拄着你就讲，你有得救无？你有知影你一定会入天堂？你捌拄着迄无？我足惊迄呢，我真正足惊。搁一段迄落摩门教的啦，也是迄落耶和华见证会吼，来甲你弄门，等要讲要入来甲你讲圣经，恁捌拄着迄无？恁感觉安怎？老实讲，我足讨厌安尼。老实讲，牧师人要招你读圣经，要甲你讲圣经，你就袂使讲破。恁会使讲破。咱搁知影我是牧师，因为因互我有一款迄落压迫感。直问你有得着救无？什么呢？你一定，你知影你一定会得救。我哪会知？迄款压迫感互咱真袂爽快。咱长老教会会友绝对无爱即款安尼朴实的迄款的，我知影，大半拢无爱。咱是想讲信仰，就是亲像树啊，还是花，慢慢大长慢慢来。信仰毋是用朴实的啦。信仰都要慢慢来若要找教会，就找迄落我入去教会，去内底会感觉 comfortable 信仰是要互我得到安慰，互我安尼会当较好过日，会当较平安。所以我就要找迄落教会，我会感觉 comfortable。这基本上拢无毋对啦。总是咱定定为着安尼袂记传道理是真要紧的代志呢。你若读耶稣的教示你若去甲看耶稣的教示耶稣的要求毋是慢慢来呢。耶稣的要求呢，你去看耶稣的教示伊大半伫讲的话拢用命令式，拢用命令式的。伊讲了拢总要求人都爱做决定，都爱做决定。咱今仔日读这个譬如40啊定，真简单。拄啊，考场落甲咱读我真简单。有一个人，伊有一张伫伊个葡萄园内底有一张无花果树，已经3年去遐找果子，找拢无。伊足受气的，甲迄个讲甲吵起来。迄个讲替迄张无花果树求情，讲你搁甲留一年。耶稣即个譬如本身是真紧迫性感觉。伊无头一年就要甲你叫你结果子3年啊！我顾3年啊，你连一粒果子都无。咱要讲即个譬如以前我甲咱讲即个譬如的背景迄个背景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就是伫迄个圣经节13章的第1节咱先看3节再看第4节甲第5节。伊讲我即礼拜咧准备讲道安尼圣经节换几若摆，换到我足歹势个换，所以我这怎用 PowerPoint。我来读恁听，可能安尼印象会较有啦迄个背景是安尼啦，拄迄时有几若个人来对耶稣讲起彼拉多太师伫祭坛献祭加利利人的代志。耶稣因讲，
因为这加利利人受这款的灾难，恁就想讲因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安尼灭亡。第四节，检菜恁嘛想讲，西罗亚会拆倒落去迄时，互伊第死迄18个人，比住伫耶路撒冷的拢总的人有较重的罪。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耶稣人伫甲伊问这是忽然间到的灾难啦。第一节甲第三节，彼得都杀一寡加利利人，迄是人做的，人做的。遐互伊杀死几个是啥物款？圣经内底拢无讲，咱毋知影即个代志到底是安怎。毋过有一寡人互彼得都杀死，所以对这互杀死的人，即个灾难来的是忽然间来的。啊，第四节甲第五节是西罗亚的塔，显然有一个塔倒落，第死18个人，即个代志，这是天灾啦，这是天灾。你看有一个天灾，有一个人祸，因为耶稣搁落去吼，讲即个譬如，啊，伫遐咱大家看吼，第三节甲第五节。耶稣讲：恁拢想讲，这个人是因为犯罪，才会去互杀死；因为因犯罪，才会去互塔底死。耶稣讲 ：no， 伊讲我甲恁讲，毋是。第三节甲第五节讲讲伊讲我甲恁讲，毋是。啊，讲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这是真，我拄我讲的真紧迫性的。假死敢毋是？遐人互杀死，互塔底死，恁毋通想讲因想啊？恁若无悔改，恁嘛会安尼？啊，搁落去吼，耶稣讲即个譬如，所以你若即个甲斗做伙的时候，咱住伫即个世间哦，当时会发生啥物代志，咱无人知。天灾人祸，咱拢毋知。所以恁若用安尼看的吼，即个譬如吼，2000年后对咱嘛讲同款代志，你敢知？同款，耶稣讲这是2000年前的假事，今仔日咱嘛是，咱无一个人知影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天灾人祸的代志。耶稣伫遮吼讲这啊，我拄有讲。譬如本身敢若4节尔啦，真短真简单，是耶稣所有的譬如算短的一个吼。所以咱来看即个譬如，咱来三好看即个譬如，即个譬如内底吼4节总是内底有3个角色啦，一个是园主，受气的园主；第二个是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啊，第三个是迄个顾迄个葡萄园的人。顾园的人，咱来看，咱来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这个人对咱讲啥物？对咱讲啥物？啊，咱会当对这个譬如会当得到啥？头一个是受气的园主，我咧读这个时，我感觉吼，这个受气的园主吼，帮助咱对上帝的角度看代志。我较等下会说明哦，对上帝的角度看代志。换一句话来讲哦，对上帝的角度看咱。这个譬如，咱今仔日的诗篇的交通嘛，是耶稣讲，恁着甲我结连，才会当结果子。耶稣真要紧讲结果子的代志，伊直接讲这丛树拢无结果子。这个园主，这个园伊的。这个园是的，啊，这丛无花果树毋是野生的，是伊挑工种的，伊挑工种的，啊吼，所以伊有权利通去要求伊爱结果子。
伊有权利通要去遐挽果子，这是伊的权。上帝有权，上帝对咱有伊的权，咱真少受上帝的权哦。咱现代人真晓讲权利的，主张权利的，大家拢要主张权利。对我知影代志，就知影一项叫做女权，妇女有女权。我毋捌听你讲查甫人有权呢。哦，我拢毋捌听。妇女有权，儿童嘛有权，囡仔嘛有权。我做细个囡仔，做囡仔伫互推的时，拢无人甲我讲我有权呢。到我做老爸要会当推人的时，甲我讲囡仔有权。你甲修理警察会甲你抓去。哦，过来，原住民嘛有因的权。迄个同性恋嘛有因的权。这我拢毋是呢。讲起来，干那我无权呢？大家拢有权，干那我无权呢？总是你感觉想讲上帝有上帝的权呢？上帝有权呢？咱捌安尼想无？权利的相对是义务啦。咱活着拢有权利，咱嘛有义务。对咱家己、对咱的家庭、对咱的工作的机关、国家社会，咱拢有义务。咱真济角色爱扮演。我想咱大概真少在想讲，伫咱所有这义务的上顶权吼，是咱对上帝的义务。我安尼讲，毋是替上帝讲话哦。上帝创造你，创造我，互咱勇行徛伫遮，咱才会倒遐讲我有啥物权，啥物权呢？上帝若无互咱有生命，会当伫遮住，啥物权，啥物权利拢毋免讲啊呢？所以，咱对上帝爱负责任啦。英语叫做 accountability， 咱爱对上帝交代。甲即丛树仔共款，上帝甲迄园主甲囥伫遐，种伫遐，培养3年，伊有权通要求果子。上帝对咱有伊的旨意，上帝对咱毋是干那望那定呢。10条诫吼，10条诫。毋是讲上帝讲，譬如讲哦，着守安息日做圣日，毋是讲望你守安息日做圣日。着孝敬你的父母，毋是讲望你孝敬你的父母。毋通杀死人，毋是望你毋通杀死人。袂使都是袂使，迄是上帝旨意，毋是上帝wish尔呢。是伊的 will。咱读英语的时候，读文法的时，拢甲咱讲将来的代志有一个说 shall，shall。阮迄阵仔老师是甲阮讲，你若用 shall 的时候，你会使改变主意啦。你无做袂要紧，毋过你若讲 will 的时候，你一定爱做，你袂使后壁迄落。上帝对咱是 will， 是 will。讲到上帝的权利吼，讲到上帝 will 吼，咱毋若爱尊重，嘛爱遵守。上帝咧，因为伊是信实有听的上帝，伊家己嘛有遵守。伊家己嘛有遵守，伫即个譬如的中间，伊栽种即丛葡萄树，伊培养即丛葡萄树，伊做伊应该做的代志，伊才活倒转来要求迄丛树仔爱出果子。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大声做伊做的代志，对咱伊嘛是安尼，敢毋是？互咱伫即个世间活着，互咱出世住伫即个世间，伊做伊做代志，爱伊会当做的，咱爱做咱会当做的。
园主找无果子，3年后找无做，伊受气，伊有理由通受气。我会记得我捌伫别篇讲道内底讲一句话，讲生命是上帝互咱的礼物，你安怎用你的生命，是你回应上帝的赏赐，奉献予上帝的礼物。这有影，这个园主，伊要求这丛树啊结果子，是绝对无毋对。第二个是无结果子这丛树啊。我拄仔讲，这丛树啊，这丛无外果，毋是野生的，是挑工种的。换一句话来讲，是园主有投资落去培养出来，总是伊无结果子。因为你若想咱大家在座大家拢共款，咱嘛受足侪培养呢，咱嘛受足侪培养。咱对出世，父母养饲咱，去学校老师甲咱教，真侪人，我会当活到今仔日，毋知偌侪人用因的时间，用因的心血，有意无意的中间培养我，咱大家拢共款。咱有结果子无？这是咱爱想的。这丛树啊，拢总无结果子。迄园主讲，甲撮起来，啊无放到遮定所在。咱伫遮是咧得结果子利别人，也是咱伫遮用来伫定所在。我知影，我要讲这款道理吼，爱真细意讲，无确定爱讲牧师咧讲我拢无伫讲啥人。我拢无伫讲啥人。咱今日读马太第11章20节到24节，耶稣，你听的是，你有感觉耶稣足不耐烦的呢？伊讲哦，马太讲耶稣伫一寡城市行足侪神迹，无人要信伊，无人要悔改。耶稣到确定度讲，恁遮哦，我行遮尔侪神迹，恁还阁毋悔改？伊内底有一句讲，加百农啊，你是爱互我甲你扶起伫天顶着？你是要爱我做偌济代志？耶稣会不耐烦呢？耶稣唔系不耐烦，针对这有机会通受造就，总是无要付出的人。英语有一句叫做 minus people， 或者什么负面的吼，负面的啦。你若毋捌拄到这个人是真你真万幸啦。都有迄个人吼，你讲啥伊拢都袂晓看正面啦，拢总足 negative 安尼。讲咱的台湾人的教，我迄阵啊离开台湾还阁无偌久。所以我讲，阮台湾人的教会是安尼，伊感觉真奇怪呢，伊感觉真奇怪。对不对？这是结果子啦，这是结果子啦。另外一个角度吼，对遐个吼，无亲像咱有遮尔好的机会会当受造就，遐个人，上帝毋知要安怎款待伊吼。老实讲，我毋知啦。毋过我个想倒转来吼，有迄个咱即摆拢伫讲诶，伫园内培养诶，有迄个野生诶吼，人迄个活甲好势好势，啊，佫会结果子诶。我毋知啦，这上帝诶作为啦，我袂晓解释即个代志啦。耶稣伫遮针对诶死海，看起来机会足无成诶，总是连一粒果子都无。咱拢知影，机会愈无成吼，所吸诶资源愈侪，拢是安尼，敢毋是？所吸诶资源愈侪，所以对即款人，园主安怎讲？吵起来，吵起来，以外无路用。
他第三个讲远的，你讲远的是甚物人？我相信恁一个同这就耶稣啦。这个比如耶稣讲的，耶稣家己讲的，我无相信伊是在讲伊家己。耶稣无可能安尼做。你知影？我伫台湾的时候，一摆去礼拜看一个牧师伫遐，伊伫讲代志的时，伊拢直直讲牧师安怎，牧师安怎，牧师安怎。我坐到遐讲，你是咧讲倒一个牧师？到尾是讲伊家己呢？你知我意思无？伊袂晓讲我啦，拢讲牧师安怎，牧师安怎，就是咧讲伊家己。咱耶稣毋是迄款的啦，咱耶稣绝对毋是迄款的。我相信耶稣毋是在讲伊，有真侪解说啦，我无要一直讲这个解说啦。虽讲耶稣可能毋是在讲伊家己，总是我讲到这个讲的是伊做的代志，咱一个就想到耶稣。为什么？因为圣经内底真侪在讲耶稣有在做这个代志。你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5节，保罗讲一句话，保罗过去希伯来嘛讲真侪同款的代志。伊讲因为上帝一位，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中间的人嘛是一位，就是做人道成肉体的基督耶稣。我毋知影保罗写这句话时，伊有去想到这个讲的啊？无我毋知。总是讲的是，就是在讲这耶稣是咱甲上帝中间的中间人 ，mediator。有一个圣经情形上，我有看到，袂记写起来。伊讲耶稣有四个话，当坐伫上帝的大边，在替咱祈祷。可能耶稣伫这个譬如，伊毋是在讲伊家己，毋过伊所做的都是这个，伊无放任这个皇子有权利通要求政治，有可能通要求规矩。伊嘛无放任讲伊有权，若要错会使错，迄伊个嘛。总是伊犹阁为着这丛树仔求情，伊犹阁为着这丛树仔求情。伊甲迄个主人讲，搁留一年，互我来甲伊土骨头松应肥。明年若有结果子就好，若无要错你再甲错。换一句话来讲，伊求皇子互这丛树仔搁一摆机会，互搁一摆机会。而且这个做远的，假使若是你我咱咧做远的哦，我若真贫惰的时候，要错你错啊，错起来就煞啊。错起来嘛是安尼样听，甲我无关系。总是这个讲来讲，互我骨头硬肥。迄丛树我家己袂晓骨头嘛，袂晓硬肥的，一定都爱这个讲的，做敢毋是？你敢无想讲，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白白互咱的，连搁一摆机会嘛是白白互咱的。啊，对，咱若对边仔人看，这个皇子，你是安尼？你是较用无代志做啥？伊敢若为着这丛树啊，伊担当搁较济的困难，担当搁较济伊都爱做的代志，敢毋是？这是我对我讲的，检查
耶稣毋是在讲伊家己，总是这是拄拄咱伫耶稣的身上看到的。咱真感谢上帝啦！伫咱的人生的内底，有即款耶稣即款角色，有即款角色，为着咱求情，为着咱求情。有一个作家，或者 Robert Hutton 这个人哦，伊在讨论这款的恩典，这款的恩典，这款各一摆机会恩典，伊记圣经内底足侪咧吼。用英语啦不遮长啦，我大概我有翻做台湾内容，我慢慢读互恁听，我会说明吼。伊讲吼。伊在讲这款的恩典，求情的恩典。伊讲哦，十字架顶迄个强盗有告别伊的信仰。你知影耶稣红顶十字架是有两个强盗伫遐，一个正面，一个倒面。有一个强盗，伊甲耶稣讲：我是该死的，你是无罪的。耶稣甲伊讲：你今仔日你要到我地牢园。换一句话来讲，这个贼仔吼，到上尾啊，伊是强盗啦。过去做偌济歹代志，伊家己嘛大概算袂了啦。毋过，伊伫十字架顶，伊悔改，伊悔改。伊讲，伊是伫回应迄个甲伊同得十字架迄个人，就是耶稣啦。这个强盗是伫回应耶稣对伊的听，过来伊讲吼，放荡主吼，伫放荡的时有回头，伊是伫回应伊的老爸的听。放荡主的故事咱拢真熟，回应伊的老爸的听。过来伊真趣味，伊国记迄个咧是我顶礼拜讲到，伊讲迄个。5点才出去，或者互人叫入来做工的咧啊！顶礼拜我讲6点下班哦，5点才互叫入来做的咧。你5点入来做，1点钟久，佫摕平济钱哦。伊讲迄是因为伊回应迄个互伊工作机会迄个人，就是迄个园主啦。伊讲撒开爬上树仔顶，伊是要回应迄个拄啊入耶利哥城迄个人。耶稣，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回应上帝的恩典。这张树也同款，咱大家拢同款。这 Robert Hutton 伊佫讲一个吼，真达伫咱心上的。伊讲伫规本圣经的内底吼，只有一个案例，一个 case， 一个案例吼，是一个伫临终的前得到救的案例，就是十字架顶迄个贼仔啦，迄个强盗伫临终的时才得到救。我拄好有讲，伊一生做偌济歹代志，伊伫迄个瞬间，伊得到救。伊讲圣经内底敢若即个咧尔，即有影。伊讲吼，这是因为吼。要甲人讲哦，这个代志毋是无可能啦。上帝恩典，这个代志毋是无可能。总是哦，这敢若一件尔，我那是要甲人讲哦，你毋通想讲这个代志常常会发生啦。你毋通想讲常常会发生。我感觉伊讲了足好诶，这个咧，我。拄我开始做牧师伫阿伯达的时候，我隔壁教会有一个牧师较济岁啊，heart attack，伫入院啊，我去甲探，的时候，我拄我开始吼，用言语祈祷就无啥会晓祈祷咧吼，我去甲伊看伊甲我讲伊的病情，我带伊祈祷，伊甲我讲吼，伊迄个症啊。捌一摆，我那足厉害迄个 heart attack， 伊无死啦，伊佫活几来年。
伊甲我讲吼，讲一句话，伊无意中甲我讲一句话，讲吼 ，I have been living on the borrowing time。伊讲我即马活的是吼，甲上帝借的时间啦 ，borrow time，甲上帝借的时间。我迄阵啊，甲伊讲话，我拢无啥物感觉。我出来要去行去到要坐驶我的车时，我想到伊即句话吼，真正，咱倒一个人毋是住活伫 borrow time， 咱倒一个人毋是，咱拢是。主啊，今年请过用运伊，听候我四围佛生应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甲错起来。这是耶稣替咱求情，互咱有搁一摆机会。总是咱拢知哦，有一日，你我。咱的生命会到上尾一摆机会，皆拢会到。咱无话永远的。耶稣讲：恁若无悔改，嘛会亲像安尼灭亡。咱来参考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这个短短的譬如，互阮搁一摆反省阮家己。阮常常想讲，阮有时间，阮想讲时间是阮家己的，总是阮搁一摆受提醒，阮是活伫你的恩典的中间。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也知影你对阮有要求。阮来结果子，荣光你利益人，总是阮常常袂记得。阮恳求你，互阮通过这个真简单的譬如，会当过一摆受提醒，谨慎阮家己，祈祷用耶稣的名，阿门。